想象一下，15萬人、5000幾艘船、上萬架車，仲有幾十萬噸物資，要喺短短一日之內橫渡英倫海峽。更加誇張嘅咧就係呢一切要喺納粹德國嘅眼前進行，仲要咧令到德國直至到最後一刻都以為真正嘅攻擊方向唔係呢邊。呢個聽起上嚟咧係啲間諜小説啊，或者啲戰爭電影嘅情節啦。但係其實喺1944年6月6日，盟軍真係做到啦。呢個就係著名嘅諾曼第登陸，史上最大規模嘅兩棲作戰。當日成千上萬嘅士兵冒住槍林彈雨衝上法國海灘，好多電影啦，好似《雷霆救兵》咁樣，都重現咗呢個慘烈嘅一幕。不過諾曼第之所以能夠成功，靠嘅唔只係驍勇善戰，背後更加係一場前所未有嘅情報欺敵戰，包括咗充氣嘅坦克啦、假嘅無線電啦、雙重嘅間諜啦，甚至係德軍最信任嘅情報員，其實都係盟軍養嘅臥底。結果德軍嘅兵力咧就被鎖死喺錯誤嘅地點，西線嘅戰場因此被打開。我哋今日嚟睇下，如果冇咗呢場情報欺敵戰，淨係單靠正面硬碰硬，盟軍仲能唔能夠成功呢？而諾曼第登陸係唔係真係二戰嘅決勝點呢？抑或佢只係最後嘅催化劑？而德國嘅敗局早已經係之前嘅戰場已經注定咗呢？要理解諾曼第登陸嘅重要性咧，我哋必須先回到戰爭嘅頭幾年。1940年，德國橫掃咗法國，幾乎喺一夜之間咧就佔領晒成個西歐。盟軍被迫撤退到英倫海峽嘅對岸，緊緊保住咗不列顛群島。從嗰一刻起咧，開闢第二條戰線咧就成為盟軍長遠嘅戰略目標。但係現實上咧就困難重重喎。早喺1941年咧，英美嘅軍方咧就已經討論過跨海入侵嘅計劃，個代號咧就係 Round Up 行動。不過咧，由於當時缺乏登陸艇啦，空軍冇辦法掌握制空權啦，加上北非嘅戰場咧仍然係膠着，呢個計劃咧就被迫擱置。到咗1942年底啦，美國已經正式參戰啦，並且咧喺北非嘅戰場獲得初步嘅勝利，盟軍已經逐步掌握咗地中海戰場嘅主導權。1943年1月嘅 Casablanca Conference 裏邊咧，羅斯福同埋丘吉爾咧再次討論點樣去展開呢個歐洲大陸嘅作戰。最初咧，美國嘅將領咧就主張直接跨過呢個英倫海峽，喺法國嘅北部咧展開呢個大規模嘅登陸行動，直搗德國嘅心臟嘅。但係丘吉爾咧就認為咁樣嘅風險太高。因為德軍咧喺大西洋沿岸咧建立咗一個嚴密嘅大西洋壁壘，如果盟軍硬碰硬嘅話咧，好可能就會血流成河。於是咧，丘吉爾提出咗一個替代嘅方案，稱為 Soft Underbelly Strategy。所謂嘅 Soft Underbelly 咧，其實就係指南歐，特別係意大利。丘吉爾認為咧，意大利即係之前嗰位豬隊友啦，佢嘅軍事力量薄弱。如果能夠先攻下 Sicily 啦，推翻咗 Mussolini 嘅政權啦，就能夠迫使德軍咧就要分兵南歐，咁樣就會間接削弱咗德國嘅戰力啦。呢一個戰略咧確實係成功令到意大利投降噶，但係問題係意大利半島咧並冇佢想象中咁 soft 嘅，反而咧係地形非常之複雜啦，多山啦，所以好難打。盟軍雖然打開咗呢個地中海嘅通道，但係喺意大利北上推進嘅時候啦，俾德軍死死咁樣拖住，傷亡慘重。呢段經驗咧就讓盟軍明白到一件事：要徹底擊敗納粹德國，遲早都係要面對德國嗰個最堅硬嘅正面，亦都即係要喺法國北部嗰度登陸，直接開闢呢個第二條戰線。因為西歐咧先至係通往德國嘅腹地最直接嗰條通道。於是1943年嘅3月，盟軍成立咗 COSAC， 即係最高司令部參謀長組織，由摩根將軍咧負責制定登陸嘅計劃。到咗同年11月嘅德黑蘭會議，史太林咧就向羅斯福同埋丘吉爾提出強烈嘅要求。蘇聯咧喺東線承受咗巨大嘅損失，急需西方嘅盟友咧盡快開闢第二條，即係西面嗰條戰線。最終咧，三方就達成咗呢個協議。喺1944年嘅春天，英美咧就會喺法國嘅北岸咧發動呢個大規模嘅登陸戰役，代號咧就係霸王行動 （Operation Overlord）。不過咧，登陸地點嘅選擇咧就存在爭議。最短嘅路徑咧就係由英國到法國北部嘅 Calais，
即係加萊海峽啦。距離咧其實只係得30公里嘅啫，但係嗰度咧德軍嘅防禦係最嚴密㗎。相反咧，諾曼第係地形複雜啲，距離比較遠，後勤嘅壓力大啲。不過德軍嘅防守咧就相對鬆懈，最終咧盟軍就選擇咗出其不意嘅諾曼第。最初咧 Coser 嘅方案咧就只係計劃3個師嘅登陸，但到咗1944年初啦，艾森豪華被任命成為盟軍最高司令，佢同地面部隊指揮官蒙哥馬利重新審視之後咧，認為呢個規模必須要擴大，最終嘅方案咧就變成有5個師同時登陸，加上空兵嘅突襲，咁樣先能夠確保建立穩固嘅灘頭陣地。呢個改動咧就令到登陸艇嘅需求激增啦，導致行動由原定嘅5月咧推遲到6月6號。呢一日既係潮汐合適，又有月光支援空軍嘅行動。呢一種細節嘅考慮咧，充分顯示咗盟軍對後勤同埋氣象嘅重視。然而咧，即使有周密嘅計劃啦，德軍喺法國咧的確係修築咗呢個龐大嘅大西洋壁壘啊，銅牆鐵壁咁，個防線咧就有成幾千公里咁長噶。光明正大咁樣正面攻擊幾乎係冇可能嘅任務，於是咧情報戰就成為成個行動嘅關鍵啦。盟軍設計咗一個叫 Operation Bodyguard 嘅總體欺敵計劃，目的咧就係要令德軍相信真正嘅登陸地點咧喺加勒海峽，而唔係喺諾曼第。英國嘅軍情5處咧建立咗呢個雙十字系統啦，幾乎控制晒所有喺英國境內嘅德國間諜嘅。其中最著名嘅咧就係格爾波啦，佢向德軍提供咗大量嘅半真半假嘅情報，令到德軍深信咧英格蘭嘅東南部正在集結大軍。此外咧，有時又特登俾德國截取到部分嘅情報啦，真亦假時，假亦真咁樣。最搞笑咧就係盟軍虛構咗一支由巴頓將軍率領嘅第1美軍集團 First United States Army Group 喺英格蘭東南部咧就陳列一啲充氣嘅坦克啦、假飛機啦，甚至製造咗大量嘅無線電通訊流量，營造出一支龐大嘅軍隊隨時要橫渡海峽嘅假象。做戲做全套啊嘛，頭先講領軍嗰位就係巴頓將軍啦，佢係以進取同埋高效嘅領軍聞名於世嘅，佢咧就係呢一支幻影部隊嘅指揮官啊。事實上咧，德國喺 D-Day 嗰日遲遲咧都冇調動裝甲師去增援諾曼第，甚至喺諾曼第登陸咗幾個禮拜之後咧，希特拉仍然咧都將裝甲部隊攔截喺塞納河以東嗰度，並且咧要驍勇嘅第15軍團咧留喺加勒海峽駐守。就係為咗一場永遠都唔會降臨嘅進攻作隨時嘅準備，只係因為咧驚嗰支虛構嘅軍隊逼近。喺登陸當日啦，盟軍仲喺其他地區發動咗一啲假登陸嘅，包括喺海上釋放下啲鋁箔片干擾下雷達啦，喺夜空中咧就掟咗幾百個布偶散兵啦，令到德國誤以為好多地方咧都同時受到攻擊。呢啲手段咧配合咗英國嘅 Ultra 密碼破譯嘅成果，令到盟軍咧能夠確認喺登陸之後嘅幾星期，德軍高層咧仍然會以為諾曼第咧只係一場轉移視線嘅演習。總而言之啦，搞咁多嘢咧就係為咗透過向希特拉提供呢啲虛假嘅情報，佢哋企圖令到希特拉產生一種錯覺，就係德軍咧可能隨時喺海岸線任何一點咧遭遇到入侵。咁嘅話咧，希特拉就被逼要分散兵力啦。當真正嘅諾曼第登陸行動最終展開嘅時候，就可以最大限度咁樣削弱佢哋嘅抵抗力量。除咗高層嘅情報戰啦，法國嗰邊嘅抵抗運動嘅貢獻咧都不容忽視嘅。盟軍透過 BBC 嘅暗號向游擊隊發送指令，要求佢哋喺 D-Day 前後啦集中破壞鐵路、橋樑同埋通訊設施，延緩德軍部隊嘅移動。據統計啦，單喺 D-Day 嗰一日，抵抗運動咧就發動咗超過1000次嘅襲擊。德軍原本需要2日咧就可以調動到部隊啊，結果要花成個星期啦先至可以趕到嚟戰場。呢種 delay 咧就俾咗盟軍灘頭陣地寶貴嘅時間。1944年6月6號凌晨，幾千名空降兵首先降落喺德軍嘅後方，切斷咗佢哋嘅道路同埋橋樑。清晨嘅時候，盟軍主力嘅部隊分別喺5個灘頭嗰度展開登陸，就係 Utah、Omaha、Gold、Juno 同埋 Sword。其中最慘烈咧就係奧馬哈灘頭，美國面對嘅咧係密集嘅機槍火力同埋炮火，第一日咧就已經造成超過2萬人傷亡。但係咧，即使付出咗巨大嘅代價，盟軍咧依然係成功站穩陣腳嘅。到咗晚上咧，已經有超過15萬嘅士兵喺法國嗰度上岸啦。跟住落嚟嘅幾個星期，
盟軍咧源源不斷咁樣將兵力啊、裝備啊送到去灘頭嗰度，直至到6月底已經有接近100萬嘅盟軍登陸。呢個標誌住咧西面嘅戰線真正打開，德國就被迫陷入東西兩邊嘅戰線，就係佢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都已經好驚嘅 Two Front War。最終喺1945年5月咧，佢就無條件投降。諾曼第登陸係唔係二戰真正嘅決勝點呢？咁當然要睇下係邊個講嘅歷史啦。第一種觀點咧就認為 D-Day 咧係關鍵嘅轉折，佢打開咗西面嘅戰線啦，逼德國咧分散兵力，加速戰爭嘅結束。如果諾曼第失敗啦，盟軍需要至少1年咧先至可以重新集結。呢個咧就會俾德國有更加多時間去部署佢嘅 V 武器，甚至咧係繼續延續佢嘅大屠殺。但係另外一種觀點咧就強調東面嘅戰線咧先至係決勝點。史泰林格勒啦同埋庫爾斯克嘅戰役已經徹底削弱咗德軍，東面嘅戰線對德軍嘅消耗先至係真正嘅致命。諾曼第其實只係最後一擊。如果要更加全面咁樣去理解，其實戰爭嘅勝利從來都唔會係單一嘅戰爭決定嘅，而係多方面嘅因素共同嘅作用。諾曼第嘅重要性咧就在於佢展示咗現代綜合戰，即係情報加外交加後勤加軍事行動緊密配合得到嘅成果。可以咁講啦， D-Day 嘅功勞一半係在於士兵嘅勇氣，另一半咧就係在於情報欺敵戰嘅戰術。總括而言啦，諾曼第登陸咧係扭轉咗二戰不可或缺嘅一場戰役嚟㗎，但係佢亦都唔係一個孤立嘅戰勝點。真正嘅勝利咧係由東西兩邊戰線同時推進，加上情報同埋後勤嘅保障，共同塑造嘅結果。最後我想拋個問題俾大家：如果情報欺敵失敗，德軍及時將呢個裝甲師調翻去諾曼第嘅話，呢場行動會唔會變成另一場鄧寇克撤退呢？如果你中意咁樣嘅歷史深度解釋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亦都可以留言分享你對諾曼第登陸嘅睇法。喺下一集，我哋會將焦點轉去冷戰，我哋會探討下人類點樣喺古巴導彈危機嘅36小時裏邊，差一步就進入核戰啦。